起床就想着哇，今天是不是要准备数钱了？有啊，当然啊，它一下子涨超过15%或什么，你就会觉得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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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对啊，对。听说你就是之前有投资失利的时候，那是在什么大概多久之前？其实就是在疫情刚爆发的那个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玩新贵股，它就是没有涨跌幅限制，然后你就去投资这样子，然后那时候就是听人家说，这一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涨幅，然后他们说，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什么老师说的，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就是没有想太多，就想说哇好，那我就来试试看，而且我只放了一部分的钱在里面这样子。那确实就一下子涨，一下子又暴跌，然后就一下子，就损失有6位数嘛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这样子。那也就是因为学到这个教训之后，就开始好好的认真做功课，然后开始自己研究，比如说我从公司的EPS 啊、毛利率啊，或者是他们每一季的，如果我真的要投资这一张，我会稍微看一下它过去每一季的 EPS， 然后它的未来的，比如说财报啊或那些，我都会先弄清楚，然后才会去做投资。所以现在大概每一年稳定的用投资股市的话，大概还有17%左右的获利这样子。我觉得敢玩也是因为我当时是买在低点啦。算是相对低点，所以你就会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的钱我是可以放在那个比较高风险的，可是我现在还是认为我那个高风险已经太高风险，因为那个已经有一点是你无法去控制的，所以我觉得要玩这些比较短线的也没有关系，可是还是要有一些稳健的投资。对对对，起床就想着哇，今天是不是要准备数钱了？还是有突然就是涨很高，然后很嗨的时候。有啊，当然啊，它一下子涨超过15%或什么，你就会觉得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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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，对啊，对。可是后来就是也是因为这些经验，所以我就会帮自己设定，大概我每次停损大概获利15%，我就会卖掉。后面的我就，除非是我真的很看好它的长线一定继续往上，它的趋势一定很好，要不然基本上我投资大概现在抓个15%，我就会把一张股票给获利了结这样子。新节目的话，因为它是谈话性节目，那其实因为我请到很多来宾是台商老板，那台商老板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在他的专业领域很厉害这样子，可是他们不一定在上节目讲话这一块，可能他们比较没有经验，很多来的都会是比如说第一次上节目，那可能台商老板来这边会很紧张，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，我讲这个是不是你们观众想要听的，他们会有很多的疑虑，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，比如说我在当地经商20-30年，到底我应该要讲哪一块这样子，所以变成说我在事前的时候要跟台商老板先打个电话，然后我要先了解他的整个状态，比如说我会问很多比较从一个广的问题，然后让他回答，然后再慢慢问到细的问题，所以这通话中会通很久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通完电话之后，我电话挂掉前，我会跟台商老板说，刚才比如说我问了你20题，那刚刚观众可能会想要知道的是这中间的这3题，那我们刚刚通话的中间的那3题就会是你当天上节目可以帮我多琢磨的地方，所以我可能就会一来一往这样引导他，然后告诉他说那一天你就是帮我从这3题再扩大发挥，那他们也会比较有方向，比较知道怎么做。这个是对受访者的方面，那另外就是自己的部分也要准备比较充足，因为你可能上去之后，你会很多临场的反应，不是事前可以准备好的。那比如说他们回答了一题之后，马上丢到你身上来，那你要怎么样再去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问题，那就必须要考验你自己的功课有没有准备好，你才有办法再往下问。要不然如果人家讲这个，然后你没有听懂，你就会很难再把这个问题走深。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掌握一下节奏，比如说他这个议题可能已经讲得太深了，那一般的观众他需要知道的资讯没有到这么的深，他可能是已经到一个专业领域去，是很专业在那个领域的人才需要知道的。对于一般观众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需要走那么深的时候，你就要知道说，这时候就可以让这个话题打在这里了，那你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访谈，然后换一个 topic， 换一个题目这样子。